成王爷阴阳判。惊死朋友，惊困去，惊会忘记你，惊找回有你的记忆。思念的天线，过海过山岭，亲像风送着你的形影。 完成啊！啊那呢哦，阮袂当紧赶路啊。是啦，阿爹，多谢你啦吼。等下。คุณ老爹啊，是哦，要赶路之前先解回一室嘞。啊，有啥物？歹势啊，为着要赶路吼，互你困一下。小妹啊，我先来去啊。路你细，我知影。逐个你坐，拢会当成功。 这是什么所在啊？这地府衙门啊！地府衙门，咱已经到啊！问对，我结果。大人啊，我们新官啊，大人啊，关东啊！威武！屈殿，你曾纸上所写，恁囝屈文水甲杜静是由恁关老爷所陷害，你可有证据？小民吼无证据啦。大胆！威武！既然无证据，单凭你一张状纸，就要想要告恁关老爷，这分明是刁民的做法。地府大人，关老爷交给地府吧，这是阮百姓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啊！只要你会当把这案件中心，阮地府百姓拢会当做证据啊！所有百姓拢会当做证。若爱正拄好，我才有一位官民会当做认证。来人啊，走，带认证，传认证，传认证。禀大人，认证到。退下。啊，是你！草民参见地府大人。黄天霸，这有两个要告恁关老爷勾结地方恶霸，欺压百姓，因啊声声句句，阮关老爷恶行，所有百姓拢知影。黄天霸，本官要问你，这因讲的确是事实真？回大人，本官的关老爷伊为官清廉，何况伊阁造福百姓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本官才受百姓照顾。关老爷从来都毋捌欺压百姓，因为这结党恶派，我看就是因为这党派被着关老爷逮捕，所以因紧张故意做出谣言，要来陷害关老爷。你又别讲啦，地府大人，关老爷交结的恶霸，就是伊啦。伊当然嘛替关老爷讲话。你拄才咪讲，所有百姓拢知影关老爷知法枉法，偏偏啊，我找来的证人，伊所讲的佫无共，正拄好，伊也拄好是恁关老爷所交结的地方恶霸。
照你安尼讲，我这知府代理是是非不明、执法不公、暗砍事实。你讲是毋是这意思？我毋是这意思啊，我只是……小兄弟，莫搁讲啊啦！大人啊，我愿意撤销处案啦。嘿，袂使啦，顾老爹，难道目睭金金要看伊弄冤枉是无？啥叫天公伯啊？我无洗目睭啊！古典，恁囝为非作歹，你也毋知影，把你的囝教好，竟然要诬告县老爷，罪状可恶。本官本来想要将你压入大牢，不过带念着你年事已高，减轻其职。来人啊！走，给我拍！是。你凭啥你来拍？大胆！我当然要拍，我要拍永驻不改，我要拍低处不改，我要拍无限中庸。来人啊！走，把他简单的拍！是。较起来，较起来！你甲恁来啦，要搞啊，要搞啊啦！看看是，看看是。这世间哪有啥物法律啊？阁有啥物正义啦？吼！哎，我毋是有甲你讲过啊，咱着压伊袂起嘛。因这做官的人哦，每一个大家拢嘛是官官相护咧办代志啊。你即嘛知影讲，因这官场的乌阿妈吼？我是知影啦，但是我是唔甘愿啦。唔甘愿是要安怎啊？唔甘愿，敢若会增加咱家己的痛苦尔尔嘛。咱做人吼，上好是目睭一蕊金一蕊亏，安尼日子才会较好过啊。一蕊金一蕊客，难道要白白看屈大哥甲周生活我红害是无？当然嘛唔是。啊无恁即摆是要安怎？真简单，咱来夹角。夹角？对，即摆都有这个办法，靠刀救出伊的性命。但是顾老爹，你安尼敢袂使？哎呦！只要你若敢斗相共吼，我相信咱两个若联合，绝对无问题啊。注意。这是见面之礼啊！那我就无客气咯。像老板，大人，哪会使你甲我说声呢？是应该我甲你说声才对啊！啊，那呢我就唔对咯。我真正是一甲差，罪过罪过。大人，歹势歹势。哦，对了，听讲顺安大人后日就要来关上，你看这个案件，你放心，明仔载透早，将这个人甲处斩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代志我早就安排好势，绝对无有万一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奇怪，嘿，想好呀！我甲你讲哦，我昨有做一个梦哦，我梦到我家己哦，有够好写字的呢，还佫写做侪字的哦。啊，我去捌遐个字，遐个字嘛拢捌我呢，而且拢是一寡足有道理的话呢。奇怪，我哪会即摆连一个字拢写袂出来？印度甲骷髅爹去遮尔久，是安怎一点仔消息都拢无？敢会又搁出啥物代志？阿弟啊，哈？你去骷髅爹因兜看，万一若有啥物代志，赶紧转来向我报告。哦。啊，我的脚喙啊！快去快回！我知影啦，啊，问题我的脚喙行袂紧啊。小兄弟啊，啊你是换衫换好啊未啦？好啊。那好，咱紧来啦。阿弟啊，你也走遮？歹势啊，
印度啊，啊你强你要创啥啦？我要救屈大哥甲周生啊！哈？你要去劫甲哦？当然咯，剩这个办法了。我甲你讲哦，这代志哦，你千万袂当唔知哦。啊，毋过迄个吼。好啦，莫搁咱们咧唔过啊啦，时间无早，咱紧来。行，喂，毋过上户爷甲我讲，若有代志随时等于甲伊禀报啊，佮甲我讲袂用讲，我真正是要安怎？非得我嘛行袂紧啊，安尼我偷偷行等去上户庙了后，安尼无得卡恁代志就办煞。哎呦，偷偷行。这个老的甲这个少年的，我看是偌久就咧嫌先。对啦，大人，明仔载一定爱将区防水甲杜靖甲斩掉。啊那安尼，我就好来对阮这两个。我知影啦，我即马烦恼的是，万一这两天顺咱代人若咱关的视察的顺，这两个若继续咧作乱，迄个顺看要安怎才好？大人，你放心，这代志我早就安排好势。你毋捌听人讲过心，若讲有钱请鬼嘛会下无？我来要来看伊到底什么人。我靠，敢若有人哦！你莫在咧疑神疑鬼啦！我这官府衙内面，什么人敢安尼黑白入来？钱虽然是真好用。也毋过有个人用钱使袂行，听讲这顺安大人就是这种人。我要看伊到底有偌清高。为你伤心又何必？我想你你是要创啥俩？莫讲遐地，我要赶你出去啦！哇！什么兄弟啊？你紧走！住手！阿爹，那是你啊！大大爷，竟然敢来劫我！我早就知影无闲会搁再出现，所以报下天罗地网，一网打尽。啊！原来你是黑衣人，想袂到这老大人功夫这么好，人不可貌相啊！嘿，不过你功夫搁再好，也袂当夺出我掌中心。来人啊！在，来抓呀！是。哎呀，袂使慢慢来救了。什么？劫我？是啊，我一听到讲话伊要去劫我吼，我就随拼转来，要报告上峰爷你呢。啊，不过我尻川疼，我行也袂紧啊。啊，无你放心啦，我想因即摆应该已经甲区分水还有酒仙救回来啊啦。我毋是千交代万交代，袂用做出违法的代志。就算讲将因救出来。这个贪官嘛袂放因煞，假使讲人若是救袂出来，本来两个人伫家内，恐惊即马是4个人伫家内。但无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是安怎我讲的话，恁拢无爱听，唉，实在是叫我心寒。上峰爷，上峰爷，上峰爷，我知我唔对，我知我唔对啊！你先起来。多谢上峰爷。其实知府大人被收买的代志，我已经知影。唉，这个皮肤官讲什么造福乡民，根本就是欺压百姓。因就是安尼官官相卫，所以要趁孙咱大人还未搞进前，把这案件结案，要消灭这证据，因决定明仔载要甲周生用处斩呢。啊！你讲顺案代志要来？是啊，我今仔有偷听到啊。伊讲孙咱大人后日要来到这，而且迄关老爷甲伊黄天霸，搁要买收伊呢。司教主，
今，咱最后的希望只有伫孙安大人的身上。哎呦喂啊！嘿，成风爷，你到即摆哪会阁遮尔天真啊？你拄则无听到应同伫咧讲的哦，伊讲哦，迄个黄天宝已经去收买迄个孙安大人啊呢。我就唔相信，这个世界上无好官，无论安怎，咱是势在必行。但是孙安大人后日才会到啊，因明仔载就要出战嘛呢。应龙，你走一大天庭，无论安怎，拢爱阻止明仔载行刑。一直到孙安大人来到本馆，讨回咱的公道。精彩！我就等咧看，我看是迄个管老爷有本事，还是咧成风爷有本领。因有恶霸，咱有天庭。冲爷，天要光啊！我准备来去天庭办代志。卡叔讲我哪会晓变？我通互迄个管老爷踮咧插手。上位啊，你讲对无？气死啦！为你伤心又何必？运动究竟叫皇大帝？运动，老先生。你哪会无甲成王爷到三江办代志？你倒转来这个天庭是要创啥物啊？老先生，我有一件真紧要代志，我要禀报玉帝，你帮我通报一下无？哎呀，你来了真拄好，玉帝拄则才去了。我看你着搁等一个时辰才过来，迄阵玉帝就差不多起来啊。一个时辰哦，袂有啦，若搁等一个时辰，啥物代志拢去了啊啦。啊？哎呀，要去死人啦！运动代志也唔知办到安怎。不用紧，我起来去现场看卖。之手，就位。是。老先生，我甲你拜托啦，你能甲我斗相共啦，我甲你拜托啦。杨哥，印度，你伫做啥？瑞信，你一定要帮助我。什么代志？要我斗相共？帮我拍雷啊！拍雷？即摆天气才好，我免来拍雷啦。为着一条冤案，为着3条人的性命，你利用阮真好心啊！你总袂当见死不救对无？你嘛知影我面手歹看，身管阁袂歹。不只我知影，大家拢嘛知影。哎呀，瑞信，你着甲运动斗相共一下嘛。啥物人讲天气好就袂当拍雷？天下的代志无许都袂用滴的啦。哎，袂使啦！你莫走啦，你一定要帮助我啦！哎，我著甲你讲袂使就是袂使。拜托的啦，你要帮助我啦，我甲你求啦，拜托的啦。玉帝，请你大发慈悲，千万袂让这个贪官为非三造。印度啊，印度，你敢会袂记你正事，又搁走去耍啊？阿爹，害你欺负咱后世人，才报答你车用的恩情。文水，阿囝岁好就高。哎呀，恁爸仔囝免烦恼无伴，我对恁来去后会有期。时辰已到，行行。真是拄灵声，叫你行！大人，这是我的爹爹。叫你行你就行。是。
你若要怪，就怪迄五天吧。你讲，都怪五天吧。应当，你总算是完成任务。这代志哪会怪怪？吴老板，这件代志到这为止，我感觉怪怪。你这嘛是咧讲啥话哦？代志已经发生到这个地步啊！敢无你想要罢手是？我甲你讲，明仔载巡案大人来一来，敢讲你有当保护你家己的头壳啊？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会用将区分水甲毒精先甲释放，用一个甜头喂喙甲踢落。这是有可能的代志，你要将伊放走，啊，无是要安怎？互伊死啊！啊？雨水拍窗，滴滴有声，情泪滴落你江看无影，黑暗暗的窗外，唱你心歌，明明无情不知感觉。风雨声吵阮规路暝，失恋的人有失眠款呢。莫讲我爱唱歌是心欢喜，伤心事用唱歌袂记。你心内的女主角我珍惜，这出戏我啥物地位，全心。